大家好，歡迎收看福喜來咧，我係 Rita 林牛 T。哇，今半一定樣胖啲度，有一種當香嘅味道，有嫩香味，還有當肉啊嘅味道。今日 Rita 燒嘅好東西俾大家。一般嚟講，是芥蘭糕啦，是有到咧精緻嘅甜點啦，還講布丁啦，甚至講有到特殊嘅咧豐香嘅東西，是有加咧種食物，叫按到香草夾香草蘭、香草夾、香草仁，所以你講嘅香草呢一種嘅美食啦。佢地圖呢，到底有乜嘅學問呢？佢咪特別邀請到第新屋嘅三合院香草園呀，頭家來到節目當中，這一對健康里好好的紹介佢哋用心帶來嘅結晶哦。首先來歡迎你係頭家，你係鄭天福大哥，歡迎天福哥，你好。大家好哈，我係鄭天福，讓你幫大家帶來天福氣，哇！希望大家天福嘅人來上呢福氣來節目，歡迎你。稍後來紹介佢。最適嘅、最正嘅、屬你最好嘅幾個朋友咪嘅好幫手哦！來歡迎理髮姐。大家好，我到理髮，今日當歡喜來到呀。哇，歡迎理髮姐，兩位嘅特別好，人講都好，因為呢一個當會種，一個當會做好食嘅料理，所以呢都係一加一大於二哦。是夢怡。係，我想今日特別撈大家紹介香草，你係趣味，因為你不是可能買香草口味嘅冰淇淋嘛，香草口味嘅芥蘭糕啊，你上咧係全世界大家都當好，香港人講咧係最普遍。最好嘅口味嗬，睇人食子大家都好食。不過就是香草，正經嘅香草應該講唔係香精，香草係多麼簡單得來嘅嗬。所以從你現場去買，你都自己做香草冰淇淋啊，甚至還有米淇淋，係咪理髮姐同你紹介，也全部唔自己做嘅哦。係，啊做用自家嘅香草啊，平常做有限價啦。有限家做到位點心來食安尼，啊做用自家種嘅香草啊，係有時做個加呀香草我加桃園嘅三號米香米有烏嘅米絲呢，當香嘅。有嘅呢烏嘅米絲，係按下做加一度種嘅香草，嚇做加香草落來調呢個米湯，係加米絲都冇同樣嘅。跟而家東西係有得買嘅嗬，做得買到食得到就做。我有天章有，唔過也米其林冇啦，米其林也做起個食添咧。有香草冰淇淋啦，香草冰淇淋就有下單我都做安尼。哦，也客製化做錯，做文章有咩講樣嘅就做點餅咧。古時候大家食到就最遲嘅，有天章有。哦，古時候人家自家做香草冰淇淋，個米其林，特別有唔桃園嘅新物，桃園嘅名產，有嘅米係桃園嘅特產咧。對。哦，啲結合晒啲嘅三號米，食到特別好食。用自家嘅新物嘅香草加新物嘅米，係做出嚟冰淇淋，米絲當好。古時候一般來講，正經人都會經營嘅係香草園，佢做嘢就好食嘅東西，係用你哋種出來嘅東西來做料理。係嘅，唔有限嘅時間，行個然後有做文章，有做筆試就做嘅。冇唔錯。平常時整理安尼嘅香草園嗬，咁咪當無限。務農是安啦哈，其實當然就有適合做，填草體哈，幫草嘅落胚哈，講無限也冇唔會講當無限啦哈，最無限嘅些係個授粉嘅些，挑粉，搞法，搞法嘅些會係無限，個熱冷嘅差不多10點水紅嘅，然後差不多做到10點鐘11點，睇到時嚟啦時間係無限嘅。應該有問題，像呢啲香草園哈，是專門種香草田。係，是種兩樣嘅。是種兩樣。係。哦，不過兩位看來，其實冇乜像個真正像食做農事嘅冇像嘅。形容翻係應驗開始咧種香草。我好本來是耕田的啦，哈，你像以前種有機蔬菜哈，過來我是愛去上班的，好，聽下這啦，老太開始來說，咱來耕田哈，等下差不多
交年前差不多做退休嘛，还是规划讲哦，种到冇穷容的，吼，还是去看啊，不用就就做嗰种嘅烘焙嘛，哈，还是要种多，还是试试看，哎，农开长多就寄转，还是以来评估下再做，还是哪来做咧？哦，所以该系因为嘟嘟好要退休，我看有天体，该嘟嘟好呢，不讲也要做咧，也要种多，哦，还是在做咧。不过按道中诶，冇强嘅师傅会读到香草吼。我想有啲啊用香草的人是啲香草食材价钱冇便宜哦，它也可以称为这个植物香草类这个皇后等级，像么天衣贵啊，天衣贵是番红花嘛哈，所以按种类用办几为贵呢？我老大家讲，其实叫佢种，韩国叫佢首先食材冇咁简单，就得通你了解一下所谓嘅香草兰呢一种食物冇？唔讲。人家香草兰其算係兰花科啦，伊做得食咧，做得食，因為佢夾偷夾啊，偷夾做係做人家後背嘅有色咧做烘焙，用嘅嗰個香草夾、香草夾。唔講呀，強色，這個是也係上嘅，也上嘅，係佢做夾嘅花，也係花，看要做蘭花冇唔錯咪嗬，佢係蘭花科嘅。佢做夾嘅偷夾做長色咧，長色咧忙做得用，做到人家後背變無色咧，咁做得用，咁做得食。變無色係因為佢愛被洗澡也用啊。佢要加後背做加工啦，加工過後夾嘅香味啊，嗰個夾嘅愛佢媽愛熟嘅咁做得用，係。長色咧無香味，都要後背咁有香味出來。係。佢安尼像加工到吼，迄個無限嘅時節吼，大做天芒講，新店嘅就要紅蟲，吼，你種嘢嘅種按多年講，都係種埋幾萬按貴，人講啊種嘅就講，幾張嘢以後佢就做會熟成啊，要買按貴，咁講佢種幾年種做會熟成。伊吼，你種你按水種吼種落去。差不多30年才會開花，是係真正像咁種，係錯，30種種來，差不多30年會開花。開花吼，應該逐類像係用人工啊，吼，伊來教花吼，掛到該天然9個月，該種強勢營養，懷孕9個月。就是教花聽出嚟辛苦嗎？我到做研究差不多100%吧，90%幾啊，冇關很高係100%。繼續病人病9張嘢，伊落來當個病9個月，其實袂熟，種就會做得摘下來做了種嘅東西。你若講當做時摘下來去做唔好。哦，所以到全部就差不多掛到當個8、9個月，I到就會摘。你8、9個月時教化以後，其實開始有該香草夾嘅，係嗎？伊會慢慢抬，慢慢地抬。9個月等於變幫嘅摘下來，好做6個月。最少會做6個月。你講你頭甲係會做6個月？錯，6個月就會變靚，但係拿來做冰淇淋，拿來做布丁。所以講佢15個月，你講佢會貴嗎？貴啊，當然呢。15個月你就會看到靚。所以按要留下來所有嘅過程，無論係加工係乜嘅，全部係應該自家做。錯，I到做做兩種嘅全自家。哇！所以唔單淨係種香草甜甜，還係攞佢變身做得用嘅香草仁，完全自家來。咁樣咪很有耐心咯。唔講。你把盡量很有耐心啦，很有耐心啦。做開始種嘅做來種好來啊，然後做遇到乜嘅問題就慢慢嚟改啊。因為自家喜歡，當想愛用自家做嘅香草仁來做東西，係啊，係啊，用自家種出嘅東西來做吼，嘅成就感較大。食同嘅嘛特別好食，特別好食，真係自家，又安全啊。係啦，哈，之前你都有上過節目哈，嗰當時哈還蠻有種出來東西，差冇？對，係啊，嗰下張。佢係10年，差唔多10年前吧。佢一陣開始種，佢做到人家農改場嘅葉博士，我哋攏我哋欣賞啦。係按做佢一陣開始種，網友按啲成績出來啦。係，所以佢係冇乜東西好本大家講。係一經過按多年嚟啊，就有按啲成績，都做出按啲餅嘅啦。
个冰淇淋啊，嘿，我喺同哋裝上古啲，很自私。一年冇10年是個睇，哎，差不多。你10年係個冇堅持下來，實在就冇東西呢。真的。今天我有成果，我堅持，應該但強咧種發，而且種3年就會開花，所以係講緊那安種，真緊我係當有耐心，係應該慢慢等。而且照顧我安顧佢嘛。係。哎呀，總之是掛電腦背啊。好做冇香草。唔會難做，但是到時會很難。哦。係會做係會做授粉，但做到了大會有點難度啦。所以呢啲係進入學你講嘅教法，就是讓它授粉嘛，然後才會結果。一係講一般已經掛電腦背，跟住可能係破殼啦、壓殼啦，這個是自然的授粉，係嗎？一般係啦，不過也香草蘭吼較撇較貼啲啦，係個特殊個花結構較無共樣。哦，係，所以講破殼啦、壓殼啦，因較難啦。較難哦，所以我全部用人工用人工去教法，這樣較有可能會成功做出來。係，加個成功率會較高，加個花粉落去較多啦。唔會太易啊！啊，你講碰凊彩咩咩啊，可能是機靈啊。啊，開始香樟凍多，所以香草為安貴食材係因為佢凍。較貴吼，韓國佢凍難貴，應該講佢係結出果子啊果仁，有幾個香草就會結出來，冇咁簡單。等下到將來你來看，佢都要用心呵護個身高，做內底嘅東西有乜個滋味呢？所有朋友真到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林妙婷。今日嘅啲節目當中，我哋認識香草呢一種當香嘅植物，佢每時食材當好，唔過佢種類食材冇人改，韓國假使已高哦。今日特別邀請到新福嘅三合園香草園嘅調價用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再次來分享當入福氣嘅天福哥韓國理髮者。啊，今日呢兩位來到節目當中嚇，帶來呢度辛苦嚇當設計嘅香草來到大家分享。剛才頭先講到嚇，你愛種香草實在冇咁簡單，佢係先種起上來一場哦。差唔多3年，頭先3年係電腦開發係3年啦。電腦開發係3年，我開發剛才講到人工專業嘅教法，就是授粉。授粉。一般呢個破殼啊、壓殼啊，凊彩變一下。唔會上到5號啦。上到5號。係啦，冇商業價值。啊，良率不高。係錯。啊，你人係厲害。係呵。所以剛才講到你係要當專業嘅知識呢。係好啦，差唔多你做教法教1000銳2000銳後，睇到又會變專家咧啦。係啦，有隻時間。你看到染髮機嘅髮吼，該東岸有一隻像喺台啊，像喺後安樣嘅。你教髮到咧東岸咧地度係啊？該幾下會講俾講。係啊，加個上瑞老雌瑞吼，都人家講嘅有啲像人哋沙頭安尼嘅地方。係，佢我就講河瑞柱啦。係加個上瑞老雌瑞中間有一道那個蕊會。好，就我就特別就講幾門啦，啊，到一開門本身咧落去前細門嘅啦，哦，這樣嚟，我就教法這樣嚟教，係，就落一開門，啊，就做開門本身咧落去，係，哦，這樣嚟講係，因為上較白話講法就安尼啦，因為加個上嚟都攞杯，啊，雌蕊在裡面，加中間有個那個隔斷嘅，係，隔斷嘅佢冇辦法去教法，即個冇辦法教法。唔講佢碰嘅啦，一個叫去開門，啊，嗱嘅係嘛，因為佢地度。台灣咧冇辦法，啊原生種係真有辦法。哦，係，所以我哋就用人工，仲係用無共用嘅。係，啱係就用人工落去嚟教法咧。唔看當初看到嘅影像。
也做一啲教法咩？对，嘿，也做用教法的给你，嘿，影片，嘿，係，就講你要用一個工具，落去就不以雄蕊雌蕊，等我们打开来，嘿，按动男的跟雄的跟雌的把它合在一起，啊来念一下，嘿，念一下，嘅力道要做好，中你念爛佢用呢個叫做爛踢，有陣咩強強，係強強佢兩個夾唔落，講得很兄弟啊，所以你係完全係經驗，我要講係時間，去做度嗬，所以我做1000鋁啊，有2000鋁以後，前面有感覺啊，又有默契，又咪辛苦，所以教法以後，剛剛講到一邊差唔多從2000紅影響8、9張嘢，他的國家也會上到獎，係，一個歷史係搶色。像是，你不用研究係本身上下衝到嘅，唔係，叫熟，本身熟，啊，差唔多8、9個月叫佢變邦，你也從做摘下來做出來的東西就唔得。你看到你算係搶色啊，黃色？搶色，因為你現衝了 W。嗰樣材料係啱嘅色，啱嘅色嚟就要8、9個月，就會變邦。你係搶色。不過真緊做得早，是要像這個尾端這樣有點嗡嗡咯。係，俾佢變邦。愛唔加素鹽嘅嘅味素，係嘅片，可是慢慢的轉黃色，嗰種做得早。哦，所以你係觀察期間開始要熟咧，熟量做得早。哦，所以摘下來以後，佢早時用剪係冇？其實用樹嚟做得嚟啦。哦，係啊，迄講規鋪嘅向下做，摘嘅花紅啊，就用剪嘅。哦，用剪呢？係較夾啦。剪下來以後是白，再來剝開來。咦？一啲都剝開來？咩？佢開花係一鋪。係。有時佢熟嘅時間冇咁樣，所以就會做一條一條嘅摘。夾嘅一規鋪嘅向下熟嘅花紅啊，就做規鋪向下剪。即係你將一條一條來剝開來。剝下來是進行加工嘅係冇？佢加工理髮師要同人小記下加工嘅過程係冇？好係，一般喺度加工做四十步驟啦，做殺菌、發酵，嗰個乾燥，嗰個青米就會陳化，陳化就會來變較有香味。嗰殺菌嘅部分嗬，就像一條動物客家人會嘅做頭乾，做嘅從頭嘅去做嘅洗頭乾嚟。一開始就用滾水去嚟燙過，燙過過後就開始做發酵。發酵係用啊，就按你冰鎮出好誒。冰鎮叫一天的跟你嘅時間留溫度啦。哦，控制佢。嗰種係冰啲機器啲度。我都用機器，因為台灣嘅甜食嗬，尤其北部，人家都做加工嘅時間就伊較多。所以佢較重加海。講用陽光不足，冇辦法做。所以我都就用機器來做，較好控制，較穩定啊。嗰個我哋做好嘅，我哋就去都平常就常溫底下去做乾燥，就俾伊慢慢的走水。是冰點俾伊慢慢走水之後咧，嗰走到一個煮夾嘅水分，到一天嘅水分過後，我哋就變為上一行，變為上一行比有香味。香味就會陳化係嘛？意思就係講越陳越香，咁樣咧。是兩幾位，冇錯。所以你要地毒會產生，它這個算是一個化學的作用嗎？不單純，唔止化學反應，還有一種酶，太專業了。酶那反應，佢嘅香氣會走出來。你也冇講研究，唔會出來。哎呦係哦，所以真緊像講種3年，好，還個教法如果半年病9個月好早咧開始加工差唔多幾個月。6個月，最少6個月。最少6個月，6個月以後，是算陳化嘅時間咪算你地度嘛？算落去。所以還有最少要病半年啊。錯。哎呦，很有耐心哦，所以你都真緊都有耐心。做兩行子有耐心。你做唔得關機，你像個病被走就嘛哈，
慢慢走，你怎么得下那去你条細講，下是比對走迄，該是冇效迄。冇效咧。咁你講行一提都要做擺，真嘅要用真的有了，不是拍哦，安尼算係實拍哦。不是拍你啊。講。用誒。西體就佢香米煮做長長嘅無誒，嘿，煮我就批1年，煮3年等於開花了，仲算開花了。冬天哦，又結果了，又偷腳了，乜冬天。就像來年我就要偷腳做得做誒，做得用誒。像我開始無限啊，就多好講嘅。怎麼？我就做去每個行嘅聊聊誒，就像加了幾年咧，張轉去，佢一轉去吼，就我粉疼你嘛。我頭家當徛，而家全部摘下來。佢像平常人曬頭乾啊，摘下來煮太陽底下做曬曬嘅。都好啊，最好嘅咩？你頭曬要好米絲啊。係啊，因為原產地就用太陽曬咩。今年咧天時當好，天氣好，其中啊摘吼，全部太陽底下曬。我了幾年嚟轉去吼，全部變頭乾。好多頭乾咩？成到安尼哦，真嘅頭乾咩差唔多。像人咧嘅泡菜啊，唔係泡菜哦，像人早體嘅樹枝啊。哦，很大鬆啦。應用嘅是？今年是冇啦。係今年就冇誒。今年還是。今日安不然全部有落劍風嗎？冇啦，當然冇啦，自家地嘿。今天安是冇完全用唔得。用唔得。就一啲都未做唔得。做唔得。用牌冇香味，冇香味。因為曬走迄個啊，佢冇，你像該用該橙花該有嘛嗬，佢用該木香地都有嘛，其實會慢慢反應。啊，你下來曬有凍走咧，佢乜解都冇咧啊。乜解是揮發體咧？啊，大鬆哦！剛好經驗，有一百經驗以後是唔會再個有安嘅，所以才會做出很好嘅東西。係喲，要交學費，這是經驗嘛嗬？哦，冇咁簡單。所以撒下來呢，你理髮者教你來做哦。用半年呢，原來香草嫩醬有黃金比例，係嘛？迄個拿到一個香草夾嗬，按珍貴。睇家己要一條吼，超冇便宜吼，愛好好來利用佢，按樣來處理呢，拿到按樣來切。哦，要，人家就一般拿到買到嘅做安尼一規支嘅咩？係，規支人家來鋪開來，鋪開來留嘅鹽，嘅啲嗰鹽我嚟刮下來，係，刮下來去煮牛奶，用牛奶向下煮，係，好。像安尼吼，安尼有一條吼，真嘅我刀工我以後，係，我示範一道哈，一般就安尼，好，按住有的會抗硬，就來做得來黏黏嘅，係，來黏較黏的喂，哦，係黏嚟個係吼，按住較好切咩？較好切，誒，主要得安尼中間一鋪，好，將你一鋪開來。哦，再嚟中間你鋪開來，鋪開來再打開。誒，鋪開來啦，記住打開來啦，嚇，好，第二組有嘅，叫做香草籽，好，叫做香草葉，嚇，好，再嚟刮下來，係呢，係，安尼刮下來，嚟刮下來。誒，你大家處理嘅時真係當生意，因為你吼。每一粒細細幼幼嘅香草葉吼，全部係薄呢，就用安尼去煮牛奶，係個煮牛奶嘅吼，佢一殼啊，係冇打上哦，用嘅咯，係佢香味，當到香味起來都夾嘅濃地步呀，咁樣係用。煮嫩醬嘅，煮籽刮落去，一同樣係向下煮，係煮好過後，將留嘅籽嘅呢殼染起來，係夾起來做好嘅。安尼差唔多，比如講安尼一條吼，做得煮幾多 CC 嘅牛奶？我差唔多我做得煮1公升啦。哦，1公升？1公升嘅嫩醬，一支就做得煮1公升。係，哎呦，有當然較霸氣嘅有嘛，較大氣嘅人有都話較有
较大条的。啊，可能自家喜欢做错的。嘿啊，有的人我较省，因为较贵嘛。嘿，有的人说切1/3啊，安尼都用。安尼要做得做错的。要做得啦，做咸米丝其实都给一个饱和度啦。嘿啊一条差不多煮1公升米丝当拄好啦。哇，看大家嘅口味啊，吼！等下多做来按出来。P 看啊，平常看啊，其他米是都等用的呢，你还继续多做来敷起来咧。很香哦！分享大家转到敷起来咧，也是系香草人，是系大家是乜嘅香草冰淇淋嘛，香草芥兰糕啊，地都为假。不过可能你食到嘅，冇聽錯係假嘅，我成日問真假。在此來分享，三百人香草人嘅中意，你係聽不夠啦，理髮者。真見當香嗬！你講到咧香草，加講到咧，無論係種啊、新種啊、加工啊，其實啲講究一定嘅起見嗬。基本嘅瑞太陽皮食材當香，不過其實人講，你食嘅你病嘅係真嘅香草，又係講嘢用香草精，嗰香草精係假嘅，冇又係講要天然係真嘅嘅香草。有冇？有啦，市面上有兩種都有。哦，你講假嘅係真嘅全部有，人工嘅有的嘛用人工較便宜呢。哦，人工就係講用香料去做。係，唔過沒有講香料做，人工就用化學去做嘅。佢啲都冇香草嘢。冇，完全冇，佢全部用化學去做嘅嚇，佢做較便宜啦。佢嘅食材嘅成本就會較大，便宜千多吧？便宜當多哦。係，講真嘅，用香草嘅話，佢成本就來較高嘅。係，佢做出來蛋糕啦，餅嘅也都做較貴。係，啊，一做有的看得出來，有的看唔出來。看得出來，有的做餅嘅啊，蛋糕啊。冰淇淋地包有5點，5點咪唔係快嘅。有啲人話我誤會講，哎呀條街唔買亂講用5點咩？係上古嘅嘛？係咪安尼？啊有啲係第一人做啲啦，係啊唔啲做真係會誤會講學嘅快嘅咧。啊，係啊有啲用嘅香草，佢講佢買香草嘅蛋糕，好亂搞一條。按用冇看到5點嘅都地步用白，佢可能用香草精，做佢拿去浸酒過後，佢用跟你嘅液體嘅香草精。啊，你咩送去天然嘅？佢乜天然嘅？一出係真件嘅香草。佢乜真件嘅？因為佢係用嘅香草夾落去浸酒，拿出來用嘅。啊，你做得？做得。佢乜算係天然嘅香草啦。現場就有一種皮嗬，也有浸酒嘅，沒有浸油嘅，你都一旦會用哪啲嘅東西來做？哦，像油嗬，嘅油就浸嘅橄欖油啦、玉米油，哦，各位嘅葵花油嘛做得。就像做白肉跟紅肉嘛做得，牛肉啦一條，燉肉的時候做得啦。會增加佢香味。我有加香味，嗰還有食沙拉有嘛？講浸嘅初榨嘅那個橄欖油，個沙拉油醋醬也都嘛做得㗎。哦，古時候佢唔但唱做得做嘛個甜點啊，佢還做得煮菜，做沙拉，講煮魚嘅啊，煮肉啊，全部做得。做得。佢有浸酒嘅嘛？有香草酒嘛？呀，旁邊時間做係，還有用大家較啲做嘅伏加，好伏特加，嗰個朗姆酒，好朗姆酒，嗰個藝術家要用誒高粱酒，嗰個蜜酒，加點台灣味，台灣味，因為你做出來唔會因為嚟運用佢咯。我媽做用到做餅嘅啦，做蛋糕啊，去加有啲米亂薑米啊，佢做得壓下去，
哦，古时候没当好用，冇当好用。其實煎卵羹嘛應該做得啦。啊，所以呢，家下因掘出來嘅香草葉，吼，喺講做出嚟嘅調夾吼，做得撈去浸油也浸酒，因為哪一種米食，哪一種使用嘅方法，古時候規支嘅完全冇浪費，冇浪費。也全部做，我哋老人學就講啊，唔係按貴嘅東西吼，冇剝脫，冇打傷。係，因掘出來用嘅吼，嘅夾啊。做一邊嘅糖底杯、鹽底杯，係，因冇煮過嫩嘅話，唔做還做得真久。啊，今日當好奇嗬，算來也係高經濟價值嘅食物，嗬，農作物，安尼應該一檔人做咩？要不然台灣就種藝術家吧，吼，但是佢提困難嘅地方吼，提難嘅地方是講伊大溫室啊。然後30年然後有收入，所以你一點係叫門檻。按國內是係該後置6個年，該係一門技術啦。該有點時間來學，是講有不斷的起個條件。所以你睇時間會當長，當一般種出來都冇賣窮咗，所以你係去困難嘅地方。所以經驗門界新本愛學過。錯，係，時間提筆簽落嘅時間要研究，所以你一點係下見嘅門檻，所以佢下忙來上班就是總係這樣。哦，所以我等待時間，所以講你下台灣做嘅藝術家差唔多，咁上來台鐵你係買本台灣係外銷出去。我講係看到咧，因為台灣本來是種摩動多，所以我講佢都種一些是打算歸下做外銷。係。還有2萬買貴下係差唔多100%全係日本啦。喺國內會留一點點親朋好友攞一些工友係該會買點，就是話可能外銷日本。所以你係當問題呢？係，台灣個到2年咧係提3年，買日本2年咧，你提3年。啊，後背2年嘛係貴下買本機，咁要簽約咧。你要到場試做，我是讓簽約，貴下買本嘅。係，所以我哋買唔到。袂留點點，睇到簽係貴下本機啦，吼。然後幾多公分，啊分一級盎啦，係。按在台機是在貴，所以講日本人對啊品質嘅要求也啲當高，所以講做有機吼，你一點對應該個外銷來講係加分啦，因為馬達加斯加畢竟，你台灣種香蕉蘭係後進嘛，吼，所以人家都應比品質，比嘢，一定要無農藥檢出嘛，品質跟穩定，哦，所以你一點係你個優點，安長做到馬達加斯加比嘛，哦，你經驗當去合作，還唔會做得啦，所以種出要專業，還有種出好嘅東西，要記摩托，你係你下大家對佢嘅想法，好，你係咪係一種永續發展嘅目標？所以見你下做安下來，是提開跳個3年，其實講來差唔多3年半4年嘅時間愛電台4年嗬，後來是當年做得優秀先咧。啊，恭喜！剛剛都好，其實嗬，按做來一路來。地圖應該話要當到意見冇窮用啊，咁要按到嘅專業，哦要講你啷個哪去曬全部曬糟蹋，咁用嘅時係講拄到愛用按有困難嘅時節，2、3年半已經溝通解決。我教有個老師是大家教順條，農改產業老師啊，2屆下食材冇窮用意見嘅些吼是問題啦。真是咯，因為佢將你哋嘅欣賞咩？係啊，我教將將來上課嘛，因為教我個條按。我個感覺，佢上班當係上班冇窮嗰些，冇定錯嘛，2屆就唔錯，冇定錯2屆就錯，哦，但是係處理問題是好咧，係啊，所以2位嘅意見冇窮，是係啲咧香草人地度，種香草又咪冇窮用，是問種人，咧種人成日都嘅欣賞，因為要專業要知識，對，按機長會談機啊，因為談啊叫佢談機嘅，乜重要啊？咁回來要買貴包冇？啊，回來上去做乜？我個還係以生產為主，我個冇想會轉型成觀光農場，畢竟把一件事情做好很重要，全心全意的去把當香蕉蘭鼓活來，然後
以外销为主啊，那我们把台湾的香荚兰品牌打给他想，哇，让想法啦，有一种全应该进行。做好一件事情，错，好，一生悬命是错的，是这样的意思。那咁我按做嘢，你都学运动多啦，把它走活了，祝福你哋，一路坚持行下去，是像讲嘅，然后台湾香草嘅名声要佢打出来，打上国际。好，有 Rita 有节目开头时有评上了香草嘅冰淇淋，食材了当香当优雅嘅美食，希望大家有机会做到来品尝到，你台湾有这个香草哦。再一次希望两位，谢谢。今日非常歡喜節目當中邀請到咧香草談演啊，來分享佢的用心，來耕耘呢一條路。我相信專心做好一件事情是做得了，事情做到很好。今日咪非常感謝所有朋友來收看節目哦，邀請大家訂家下技術聽人先生來做認同了，希望大家長嚟了。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記得來你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片頭，韓國愛分享出去哦，希望大家。